好，各位同学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看，各位同学进入客家庄的时候，应该还可以看些什么东西。首先，客庄有很多的传统的艺术，传统艺术是指流传在各族群和地方的传统技艺跟艺能，包含传统工艺、美术、表演艺术。客家族群保存了许多传统的工艺美术，包括有陶艺、漆艺、壶艺、纸艺、竹纸艺、藤编、竹艺、编织艺、木工艺、石工艺、金工艺、玻璃工艺等等，这些在客庄地区都很常见。所以，当同学们进入客庄地区的时候，不妨从这些工艺技术来进行访查以及记录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木工艺。木工艺产业泛指各样以木材为主的制品。举例而言，例如说木头做的家具、佛像、木质器具等等相关的行业，在客庄地区可以说是处处可见。传统木工艺的技术跟优秀的匠师，也经常出现在客庄地区。在乾隆、嘉庆以后，客家人渡台辟垦，许多匠师从大陆来台工作，将许多木工艺的技术做极致的发展。随着台湾的发展前景大好，再加上地方需求日益增加，木工艺产业以及相关的匠师相继来台湾，进而定居、开拓，并且传承木工艺的产业。在台湾，木工艺的类别可以分为大木作、小木作、细木作以及木雕这四大类，分别代表盖房子、隔间、家具、神像以及庙宇雕刻这些专门的技术。客家人说：“木匠师傅无名床，泥水师傅无玉堂”，就是表示木匠师傅跟水泥师傅、泥水师傅，往往善于服务别人，却忘了服务自己。桃竹苗3个县市的台地上，住满了全台湾半数以上的客家人。经历了200-300年的开垦，他们在这里开辟山地，从事的经济产业包括有开垦农林产品、樟脑树、木炭、开矿、造纸、木雕活动等等。那木工艺的产业的发展，主要还是以寺庙、大型建物的建设为中心，跟木造建筑一样，结合着神像木雕、漆艺、彩绘以及宗教科仪等装佛工艺，从中国大陆的南方逐渐传入台湾，代表着神像制作的木工艺技术在台湾生根发展。依装佛师傅长期的观察，客家人特别喜欢用萧楠做神像，因为萧楠木质较硬，虽然不易刻画，但却可以保存良好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很有名的三义乡就是一个标准的客家庄，他们有70%是客家人。老一辈的都还说着客家话，年轻一辈除了客家话之外，也能够说了一口流利的华语。三义乡在群山围绕之下，山多田少，但客家人一向刻苦耐劳，极力在工商方面发展，雕刻业也在他们的努力下发达起来。不仅深受国内的欢迎，也吸引不少国外的订单
慕名前来的外国观光客。那三义的木雕究竟如何发展起来呢？早期，三义木雕是由天然的枯木欣赏发展而来，也就是说，以一种自然形态的庶民审美特质，渐渐有了屏风、桌凳等表现自然野趣的家具。发展到现在，甚至已经发展纯欣赏的艺术商品，最后发展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朽木雕刻美学。随着通宵苑里地区的竹木雕刻师傅迁往三义开业，三义木雕的族群性也就渐渐从客家变成福佬跟客家并重。因此，在现今的三义，木雕可说是蓬勃的发展。那各位同学到客家庄去观看木工艺，究竟要如何来访查呢？依照类别，我们可以将客家的木工艺分为生活工艺、美学工艺、民俗工艺以及经济产业工艺。各位同学可以在上面看到有生活工艺。生活工艺是指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工艺技术，举凡饮食、居住、服饰、交通等，包含有木屐、木桶、树盆仔、洗身盆、脚盆的制作、遮琴、木马制作、龙床、饭砧、饭匙、板印、酱桶等等。这张照片，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展示的就是所谓的遮琴仔，或称为柴马。那像这样子的，是用一种阿形的大树枝，再加上横木结合起来的扛物工具，可以用来扛甘蔗、竹子、木材等物。扛物的时候，就像这位在照片中的人物一样，双手扶着两只支架行走，扛累了就把支架立在地上，用手轻轻扶着便可。开垦山地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使用它。日据时代到光复初期，客庄地区经常种植甘蔗，在收成甘蔗的时候，把甘蔗聚集在一起，所以它叫做遮琴仔。常用的制作材料为相思树。接下来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所展示的是龙床，是蒸饭时连盖的容器。如果不用龙床，也可以用板寮，但是要用锅盖。四角的龙床是木质四方的大型的蒸笼，可以分为上下两层。基座必须要放在大锅上面。每当逢年过节，制作客家人最喜欢的甜板、年糕、菜头板、发板、肉板，还有起拔等等。这些呢，就是要把蒸炊的板仔，就是板内，把它放置在有热气上升的地方。这些用做客家人蒸板内类的，有它的相关的食物包子，小家庭也可以适用。所以呢，它在发展上面有上面2层或3层的。所以客家人在蒸板内的时候，经常就是使用龙床来蒸板内。美学工艺是闲暇之时游玩使用的，包含有扯铃、极乐仔、木马玩具，或者是一些乐器等等的。客家人所称的极乐仔、极乐，就是指陀螺，是使自身旋转的铜丸，客家话特别叫做极乐仔。
从前的小孩能够自己用木头做成陀螺，在刻削成型之后，将尖端钉入铁钉就完成了。接着用绳子缠绕甩出去，一抽，陀螺就在地上转动，可以比赛谁转得比较久。极乐仔用硬的木头刻成，钉上铁钉作为转轴，再以绳子拉扯，甩出旋转。当极乐仔旋转次急速成为静止的时候，可谓极乐，所以客家人将它称为极乐仔。接下来我们看到民俗工艺，民俗工艺就是指跟生命礼俗、信仰、祭祀器物相关的一些技艺，包含阿公婆牌，还有托盘、签筒、神偶雕刻、猪棚、羊棚的制作，还有一些木雕花的技艺。阿公婆牌在客家话叫做阿公婆拍，或者是尬生拍，就是家神牌。阿公婆牌或称为祖牌，祖宗的牌位，在神桌上面供奉祖先的牌位，早晚以馨香礼拜，慎终追远，意义重大。在牌位上面有堂号，还会注记上祖先的名讳，有些甚至会将家人的名字先刻上去。当然，因为家人还没有过世，所以他会先用红纸把它遮住，等到过世的时候再将红纸撕掉，让整个神主牌上面的字是取于一致的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经济产业的工艺。这边是具有经济规模的技艺为主，例如过去的烧火炭，或者是风车、龙骨车，或者是水泥瓦造、木造屋等等技术。客庄的工艺经常会有烧火炭、烧木炭，他们要先建立炭窑，木炭多以相思树干为原料。烧窑一直焖烧到出炉出窑，前后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出窑时，工人都是灰头土脸，非常的辛苦。客庄地区也有很著名的所谓的木匠街，在关西太和宫附近。日本时期因为商家匠师的聚集，形成了木匠街。至今还有许多家具行在那边，当时的家具是采用木工打造。随着匠师凋零，木匠街风光不再。当时以木质所做的木柜、木橱，还有竹椅、碗柜、书橱、衣橱等等的制造，所以都会在木匠街里面出现。同学们，如果现在到关西镇上的木匠街太和宫附近，还是可以看到他们有一条街就注记说是木匠街。那传统的工艺师在桃园新屋的有陈云国木匠师傅，关西有彭普旺木匠师傅。客庄地区因为属于丘陵地区，农作物需要灌溉。而为了解决用水的问题，先民修陂塘来蓄水，筑水圳来引水。遇到水低田高的情况，水饮用不易，客家人就用水车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。透过水车，靠着水流的力量转动，在转动的过程当中，透过竹筒盛水，把水带到高处的水圳，一阶一阶把水引到高处，解决了在没有马达时代抽水灌溉的问题。
而形成了很独特的客庄水车制造产业。在客庄地区的关西，到处可以看到水车。估计光复到民国50年代，关西地区还有50-60部的水车。根据客庄文化资源普查的资料，列为水车工艺室有新竹关西的罗吉兆传统工艺师，还有在苗栗头屋的赖水发水车制造工艺师。传统的木雕类型可以分为建筑装饰木雕、家具木雕以及神像木雕3大类。客家木雕是以刚刚所提到的3义木雕为主要的地区产业。在1918年，吴罗松的父亲吴进宝开发山坡地的时候，发现片野的樟木枯树头形状奇丽，取回加工，作为家庭的装饰品。而曾与日本人学习雕刻技术的吴罗松接手副业，将这些枯木头的原状转化成为人像、动物等立体雕塑，首开天然木雕之先河，并且把产品大量送往日本展出，渐渐有了名声。之后并在3义成立雕刻研习所，培育了不少的雕刻精英。此时也将雕刻的技艺传承给有心学习的乡民。而在东部地区，林田山是最早进行林木开垦的。在西元1918年，东台湾木材合资会社成立，开发林田山事业区。在1919年改组成为花莲港木材株式会社，经营林田山的块木采伐后续的造林补充。当时伐木跟林务工作所需大量的人口，所以林田山准备宿舍、电影院等完善的生活设施，吸引西部的居民移民到东部去进行开垦，到林田山担任林场工人，其中有为数很多都是客家人。因此你在林田山附近可以看到很多的客家餐厅，他们煮着客家的猪脚，很有客家的风味。早期在客庄地区也有许多烧火炭，也就是木炭的窑炉。火炭并非真正用火烧制而成，而是采用高温焖干方法来制作。而制作的火炭木材是以相思树最好，别的树材材质较不适合，有的含有油性，使用起来会有烟；有的木材制作出来过于易燃，一下子就烧完了。一般生活条件尚可的家庭会选择用买木炭来煮饭菜，否则大多是自家捡柴来烧，这样会耗费许多的时间，因为生木材在水分较多的情况之下不易点燃，而且烟多。客家人称火炭窑，在苗栗山区烧制木炭的木材是以相思树为主，烧出的木炭称为相思木炭，品质优良，火力猛，无烟又耐烧，故相思炭已经成为所有木炭的代名词。以上介绍的就是客庄地区的木工艺产业。